常誦心經嘅人，身心自有一層清淨磁場。好多人以為念經只係一種信仰，一種心靈安慰，甚至覺得係迷信。但其實心經260字，從來唔係普通嘅偈語，亦都唔係用來換福報、求保佑嘅交易。真正修持過、真心靜心誦讀嘅人都知，長期持誦心經會慢慢修出屬於自己嘅清淨磁場。呢種能量唔張揚、唔刺眼，卻可以安撫浮躁、化解惶恐，洗走內心嘅匱乏同糾結。身邊人靠近你，都會不自覺變得平靜舒服。今日同大家用最淺白嘅粵語佛理拆解呢一套藏在古經入面，連科學都認同嘅高頻智慧，再分享2個故事，話俾大家知點解越係堅持念心經嘅人，人生越順，心越安，運越穩。心經唔係背誦經文，係調校心念頻率嘅宇宙密碼。佛法常講萬法唯心造，人嘅運氣、際遇、人緣，其實都跟住自己嘅心念頻率走。我哋日常煩躁、焦慮、失眠、內耗，全部都係因為大腦長期處於雜亂嘅低頻狀態，執着過去嘅遺憾，擔心未來嘅未知，計較眼前嘅得失，令到磁場混亂，心神不寧，自然容易招惹煩惱、阻滯同負能量嘅人和事。而心經就係一套極其精妙嘅頻率調校方法。呢260字源自釋迦牟尼佛靈鷲山講法，係600卷大般若經提煉出嚟嘅精華。觀世音菩薩深入甚深禪定，照見宇宙萬物運行嘅真相，眾生痛苦嘅根源，先至留下呢段最簡潔、最究竟嘅解脫智慧。當你靜心誦念心經，聲帶震動，心念專一，身體會產生對應嘅音波與腦波。科學同神經學都證實，深度冥想、專心誦經嘅狀態，會將人日常緊張焦慮嘅貝塔腦波轉化成放鬆、專注、清明嘅阿爾法波，甚至進入深層靜定嘅西塔波。呢個時候，松果體會被溫和激活，意識不再被眼前瑣事束縛，慢慢同宇宙高頻智慧共振。你唔係緊背文字，你係緊用古經嘅能量清理自己嘅負磁場，重設內心狀態。金剛經講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而心經直接點破核心真相：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世間所有得失、聚散、高低、順逆，都係因緣和合嘅暫時現象，從來都唔係永恆。所有恐懼、焦慮、自卑、匱乏，全部都係我哋執着自我、執着擁有先至衍生出嘅幻象。一念放下執着，一念遠離顛倒，呢個就係心經最珍貴嘅力量。唔係改變外在環境，而係轉變你看待世界嘅心態。真心誦經先有用，做功課式念誦只係徒勞。好多善信疑惑，我念咗好多年心經，點解完全感覺唔到所謂嘅磁場同改變？原因好簡單，大多數人只係用口念，從來冇用心入去，將念經當成每日功課、應付式任務，甚至抱住我念經，菩薩就要保佑我嘅交易心態，帶住貪求、執着、功利嘅心念中毒，心念雜亂，頻率混濁，自然無法同般若智慧共振。再念多遍，都只係響空氣度飄過嘅文字，入唔到心，變唔成能量。真正嘅持誦係人經合一，唔追求速度，唔追求數量，每一個字都落喺心上，每一句偈語都安撫一念紛擾。慢慢你會體會，唔係你喺念心經，而係心經嘅智慧透過你嘅身心顯現出嚟。當你做到心無掛礙，恐懼自然消散；當你看透萬法皆空，內耗自然止息。呢份由內而生嘅安定，就係最珍貴嘅修行磁場。同大家分享一個低谷遇佛緣、念經改變一生的故事。主角係一位普通打工仔，名叫阿南。阿南30出頭，做文職策劃工作，性格內向，心思細密，亦都因此極度容易內耗。前年係他人生最黑暗嘅階段，事事唔順，諸多波折。工作上方案反覆被推翻，上司唔認可，團隊難配合，長期承受壓力，每日返工都覺得身心疲累。感情上相處多年嘅伴侶，因為覺得他太過焦慮，負面情緒太重，選擇放手離開。健康上長期嚴重失眠，每晚瞓唔着，大腦不停胡思亂想，日間頭暈乏力，毫無鬥志。阿南睇過醫生，食過安眠藥，只可以勉強瞓覺，但醒來之後成個人朦朧沉重，
完全擺脫唔到負面狀態。他覺得人生陷入死局，努力冇用，冇人理解，滿心恐懼同迷茫，極度自卑匱乏。就在他最絕望、夜夜失眠嘅一個凌晨，他落樓去便利店買嘢，偶遇一位獨坐看經嘅長者。長者眼神溫和，氣場清靜，靜靜喺角落持誦經文，冇半分刻意說教。阿南一時心動，上前請教長者誦讀嘅係咩經文。長者笑住答：係心經。如果你身心煩亂，諸多掛礙，不妨一齊靜心念誦。當時嘅阿南覺得好荒誕，一個事業受阻、情場失意、失眠煎熬嘅人，深夜同陌生人喺便利店念經。但佢當下實在無路可走，唯有抱住試下心態應承。一開始佢完全唔明經文嘅意思，舌頭打結，讀得生硬。但長者從不催促，從不糾正，只係陪住佢靜念。神奇嘅係，短短半個鐘，阿南腦中紛亂嘅雜念竟然慢慢變少。過一啲我好失敗，人生冇希望，將來好可怕嘅負面心聲，好似被調細音量，內心第一次有咗難得嘅平靜。離開之前，長者叮囑佢一句金句：每日堅持，切勿間斷。遲早你會明白，所有令你痛苦嘅嘢，從來都只係幻象。當晚返到屋企，阿南覺得內心平靜咗好多，一躺低就沉沉睡去，係佢幾個月以來最安穩嘅一覺。堅持誦經，磁場轉變，運勢自然升級。由呢一晚開始，阿南每日晨起第一件事，必然靜心誦念心經，從不間斷。最初只係為咗安神助眠，紓解焦慮，但堅持2個星期之後，身邊嘅細微變化慢慢浮現，絕非巧合。往日嘅佢內向緊張，氣息幽暗，身邊人都不自覺疏遠。而念經之後，佢神色變得柔和，心態變得鬆容。街上陌生人會主動微笑，店員會多送小禮物，身邊同事對佢態度越來越友善，身邊嘅好人好事接二連三出現。堅持1個月之後，最大嘅改變發生喺工作上。公司有一單極度棘手、要求高、預算少、冇人願意接手嘅麻煩項目，全場沉默，冇人敢認領。當時阿南晨起念經，狀態極佳，念到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之時，心口湧起一股溫暖安定嘅力量，心中毫無畏懼。他主動舉手承接項目，令全公司上下大為驚訝。隨後嘅日子，阿南思維清晰，靈感充沛，所有執行細節暢通無阻，進度極之順利，最終客戶高度滿意，不單止順利結案，更主動追加預算，長期合作。身邊人都話佢脫胎換骨，運氣爆棚。但阿南心知肚明，呢啲從來唔係運氣，係自己心念頻率、身心磁場徹底轉變嘅結果。真正嘅解脫，改變心念就改變所有際遇。狀態穩定之後，阿南對鏡靜坐，能真切感受到周身有一股清暢嘅氣流，心神寧定，氣流就平順安穩，思緒雜亂便慢慢無跡可尋。呢啲就係修行者講嘅自身磁場。普通人雜念紛飛，執念深重，磁場破碎混亂，容易招惹煩惱、阻滯、負緣。而持誦心經、修心之人，心念專一，內心清淨，磁場乾淨穩固，自然吸引善緣、順遂、福氣。後來佢嘅前任主動約見，見面第一句就話：你變得好唔一樣，從前緊張焦慮，滿身負能量，而家安定鬆容，令人舒服，好想靠近。阿南終於徹底通透，心經從來唔係幫你改變世界，只係幫你還原本心。從前嘅痛苦係因為執着得失、執着感情、執着他人認可，而家嘅自在係因為明白萬法無常，本自圓滿。你本來就完整，唔需要靠人陪伴，靠成就證明，靠物質滿足。雖然最終2人冇復合，但和平釋懷，放下執念，成為坦然相待嘅朋友。阿南亦都徹底走出低谷，生活充滿驚喜，機遇不斷，心境日日清靜。除咗阿南嘅故事，我再同大家分享一個更貼地、更適合普羅大眾嘅真實案例。主角係一位40歲嘅家庭主婦，名叫阿姨。呢個故事亦都完美印證心經嘅磁場力量，不分年齡，不分職業，只要真心修持，人人都可以受益。阿姨結婚10幾年，日日圍住家庭、老公、仔女轉，
一輩子都奉獻俾屋企，卻換來滿身委屈同內耗。中年之後，佢嘅人生陷入全面困境，夫妻關係冷淡，老公長期忙工作，兩個人零溝通、零關懷，經常因為瑣事爭吵，仔女叛逆難教，讀書懶散，脾氣暴躁，日日令佢操心勞累。加上年紀漸長，身體開始出現小毛病，頭痛、失眠、氣血不足，成個人陰鬱憔悴。最嚴重嘅時候，阿姨患上輕度焦慮，日日眼淚汪汪，覺得自己人生好失敗，付出所有卻毫無回報，內心充滿不甘、委屈同匱乏。佢成日諗：我一世辛苦，為乜從來都冇人體諒我、珍惜我？呢種執念令到佢磁場極度陰沉，身邊嘅人事越變越差，屋企氣氛長期壓抑，爭執不斷。後來佢偶然跟住長輩接觸心經，一開始都係半信半疑，只係每日無事就念幾遍，純粹為咗安神。最初1個月，佢冇見到任何外在改變，但自己明顯感覺到唔再成日胡思亂想，唔再容易動怒，夜晚失眠嘅問題慢慢好轉，瞓得越來越安穩。堅持3個月之後，奇蹟慢慢發生。首先係佢嘅脾氣完全變咗。從前少少事就發火、糾結、委屈，而家面對家人嘅疏忽、仔女嘅叛逆，佢可以做到平靜看待，唔再執住小事不放。當佢嘅心念放下執着，個人氣場即刻變得溫柔柔和，成個人嘅樣貌、氣息都煥然一新，年輕精神咗好多。跟住屋企嘅氣場都徹底轉變，從前返屋企就充斥住爭吵、沉默、壓抑。而家屋企變得平和舒服，老公慢慢察覺到佢嘅改變，開始主動關心佢，體諒佢嘅辛苦。放工會早啲返屋企，閒時會主動分擔家務。叛逆嘅仔女都因為媽媽嘅情緒穩定、氣場溫暖，慢慢變得聽話懂事，讀書態度亦都認真咗好多。最令阿姨感觸嘅係，佢終於擺脫咗受害者心態。從前佢覺得所有人都虧欠自己，而家佢明白《心經》所講嘅五蘊皆空，所有嘅委屈、付出、得失、親情、緣分都係因緣和合。人生嘅痛苦從來唔係別人造成，而係自己執住我要被珍惜、我要被回報嘅念頭，先至困住自己。當佢放下執念，不再強求家人嘅理解同回報，只係專注修自己嘅內心，反而收穫咗滿滿嘅溫柔同善緣。阿姨後來同我講過一句好深刻嘅話，原來念經唔係改變別人，係救贖自己。你變好咗，你嘅世界就全部變好咗。呢個就係心經磁場最強大嘅地方。簡單4步，學識真正嘅心經修持法。好多人想修心經，調整磁場，但不得其法。分享4個最落地、最適合普通人嘅修行方法。第一，靜心為先，不追速度數量。念經唔係趕功課，唔使求快求多。每次誦讀前，先深呼吸，收回外持嘅心念，安住身心。每一句經文都落喺心上，睇當中嘅清淨智慧，唔好淨係口誦，心唔誦。第二，誦後留靜，延續清淨狀態。念完經唔好即刻起身忙亂，靜坐幾分鐘，感受內心嘅安定清明，慢慢將呢份狀態帶入工作、生活、待人接物，令清淨頻率成為日常常態。第三，遇事觀心，活用經文智慧。遇到恐懼、慌亂，即刻記住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分清邊啲係事實，邊啲係自己妄想。遇到焦慮、內耗，記住無智亦無得，盡人事，聽因緣，不執結果，不憂未來。遇到匱乏、自卑，向內觀照，明白本心圓滿，不假外求。第四，常觀心念，不被雜念牽走。每日抽少少時間靜觀心念，睇住雜念來去，唔批判，唔執着。你係觀照心念嘅主人，唔係被心念操控嘅奴隸。長期堅持，磁場自然純正強大。你清靜一分，外在煩惱就減少一分；你心安穩一分，身邊嘅福氣就靠近一分。點解念心經能改運？拆解高頻磁場嘅底層邏輯。好多人好奇，點解淨係260字嘅經文可以改變人嘅情緒、際遇、人緣，甚至運勢？其實背後嘅邏輯
簡單又真實。世間萬物皆有頻率，負面情緒、恐懼、焦慮、抱怨、執着、自卑，全部都係低頻能量，會吸引挫折、阻滯、矛盾、破財、惡緣。而清靜、安定、寬容、放下、自在係高頻能量，會吸引順遂、善緣、財福、平安。心經嘅每一個字都承載住般若智慧嘅高頻能量。當你持誦經文，就等同每日幫自己嘅身心做深度淨化，慢慢清理積壓多年嘅負面情緒、執念同業力，打碎混亂破碎嘅舊磁場，重建穩定、溫柔、強大嘅新磁場。當你嘅頻率提升，低頻嘅煩惱自然無法靠近你，負能量嘅人同時會自動遠離，而高頻嘅美好、順遂、福緣會因為能量共振主動走進你嘅生活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能量共振嘅自然定律。佛門講境隨心轉，科學講同頻相吸，講嘅都係同一個道理。而且心經最珍貴嘅係佢唔會令你消極避世。好多人誤以為放下就係唔努力、唔追求，其實真正嘅放下係盡人事、聽因緣。你依然會努力工作、認真生活、珍惜親情愛情，但你唔再執住結果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順境不驕，逆境不懼。呢種心態先係最強大嘅人生狀態。最後我哋要討論260字嘅心經，藏住最究竟嘅解脫、最溫柔嘅療愈、最高頻嘅人生智慧。佢唔係迷信，係調教心念頻率嘅科學，係度己度人嘅修行。佢唔會幫你消去所有磨難，但會賜你面對一切嘅鬆容。佢唔會幫你強求外在福報，但會幫你修出內在圓滿。所有恐懼、焦慮、貧乏、內耗，都係低頻幻象。心無掛礙，遠離顛倒，先係生命本來嘅樣子。如果你此刻正處低谷，滿心煩亂，諸多牽掛，不妨由今日開始靜心持誦心經，慢慢你會發現改變唔係來自外在奇蹟，而係來自你內心頻率嘅提升、磁場嘅清淨。當你心安，萬事皆順；當你無掛礙，人生自有清風明月。願每一位持誦心經嘅善信都能遠離恐怖，遠離煩憂，身心安穩，福慧相增。亦都歡迎大家喺留言區打上心無掛礙，無有恐怖，以經文智慧調教自身頻率，承接滿滿清淨福氣。